大家好，今天呢就係香港大埔女祖觀張龍潮觀長。我哋今天講呢係關於純陽派一個拜師。我張師傅拜師唔使收任何費用㗎。拜師就係拜人師，我唔係拜人師喎。我善信話，咁你係？我只係想學道。你學道呢，我哋簡稱叫做皈依女祖師門下，做女祖師門下嘅弟子。當你由一個普通善信接觸咗道教而求道，皈依女祖師門下，有女祖師賜俾你嘅道號，咁咪只係一般女祖師門下弟子。如果你再深入去了解道教嘅文化呢，我哋道教係有一種文化叫做誦經嘅科儀，即係誦經。簡單啲注解，就做一個普通嘅經生。如果你想成為張龍潮師傅徒兒呢，係要相輔相成嘅。張龍潮師傅要留意觀察你嘅人嘅品格品行，你亦觀察呢位張師傅係咪你覺得應該下跪拜佢為師呢？咁費用幾多？唔需要嘅喎。皈依女祖師門下為女祖師弟子呢，隨緣利是2封。而如果做張龍潮師傅嘅徒兒呢，都係隨緣利是2封。喺坊間又話要登小座要幾廿萬或者10幾萬喎，冇呢回事嘅。我哋純陽派，當你學有所成，你個人師見你進取，有啲人1年之內可以登法座。咩叫登法座啊？即係演練嗰套我哋喺祭祀先人、慎終追遠嘅文化裏邊，祭祀先人一本經書，考到牌落，嗰個叫做初登法座。我張龍潮師傅係唔收錢，所以喺整個過程當中，我哋係弘道宣道，唔係坊間所傳要10幾萬、幾十萬先可以登一個法座，冇呢回事。喺呢度一一答覆呢位善信嘅查詢啦，多謝大家收聽收睇。一帶一路並非口號，拜拜。